蒙古舞也可以。山上个跳蒙古舞，就相当于咱们跳民族舞跳舞的。有特色噻。我那边挺怪的。但是没时间换，我换个蒙古舞来跳的好。我还过上长这个西藏然后给他修好，干的，真的干的。这什么舞？我里面的歌全是西藏。我尽量是不要钱，我们平常跑跑跳跳。消失了。可以。
我们去表演，我们来演出，在那个新竹演藏戏，就我们一起演藏戏。哦，那个是舞台水平。藏戏当然演不来，藏戏要。藏戏就是还有，穿的那个服装有点古装那种。对。现在专业剧，小罗那些也上。好多摄影师都挤了的，1、2、3、4，其他地方没有建议，其他地方建议都进行，所以这个有些所以讲究了后头。还有点高，你是说的我有点高。你看看我感冒了2次。跟这去了，跟去抓血去了。你有啥行没去？没去，还在跑步嘛。来中去了。曲卓儿。正常他们结婚嘛。他们这个。老虎。就跟旁边那个嘛。那啥事？这个是新的，因为。哇！来了。我发给你。啊！手机啊！这样就丢过去了。完了，你这样子他带的壳，声音有点小。他带的保护套，他带的保护套没有事。他也跑上，你还经常把枪了，别给他枪了，别给他枪了。我从来也跑上，你那家操把枪了，别给他枪了，别给他枪了。就干手的三家，你妈给他跑把枪了，别枪了，别给他枪了。家都是东山下你，东乡的身份证你，多一把都是我你，都要干坏。
来一口，说来我加一口。在前面带一下嘛。我将这送给他啊，那有时买我给他的，将这送给你我忙着老大给我给他的，当时的那是用的，哪里的那都用的，当时把手下一，看到什么那边地界，但是啥事那一穷一动，要是东山东过山州，最高叫山安牛嘛，所有的年年娘家，你看我阿婆大人大手山州什么山干的，家就那个东西，那东北这地区的人手家就是有他们，那咱都直接吃，谁吃？还缜密。他刺激了，你下个月走了。稍微一点。来，呀！营地啊，有营地干子的味道。我都会跳，我感觉。我将这送给他啊，那有时买我给他的，将这送给你我妈说老大给我给他的，当时的那是用的，哪里的那是用的，当时把手下一，看到什么那边地界，但是啥事那一穷一动，当时东山东过山州，最高叫山安牛嘛，所有的年年娘家，你看我阿婆大人大手山州什么山干的，家就那个东西，那东北这地区的人手家就是有他们，那咱都直接吃，谁吃？会跳不？会跳不？你不是去了吗？你们学吗？你去了。去嘛，先跳嘛，反正跟他在那跳嘛。可以，它很简单。
看吧，应该是。晚上吃的。主要是娃娃，那个他表弟要读书，然后我们那个也不去，因为学校考试他也不参加。这有一段吗？没有吧？啊？这里没有个一段吧？才一段。还有。这边那个还是比较壮。这个好瘦，那个。嗯，对，矮一点点的。往里面走。矮一点的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没有喝酥油茶的原因，原因找着了。阿弟。看吧，应该是。主要是娃娃，那个他表弟要读书，我们那个也不去，因为学校考试他也不参加。明
明天后天回学校考试，期中考试我娃娃不去，他不参加考试，我要准备休学了嘛。那个的嘛要去另外学校学英语那些读其他的课，然后后面下个月就好久签证下来，好久去准备找房子那些。因为租房子要在楼上，租房子要将近1个月左右。玉珠在超市里，玉珠在超市里。害怕事情。啊？房子下来就有点注意啊。现在成都7中了。去了吗？我现在7中。你还跳舞？你也跳得动啊？那边啥个嘛？他是那个的嘛？拉姆娃吗？还是他们那个就他们那个。可以啊，你们。你好。票和他们两个全部发给我。学完了就好。昨天那个我已经发了吗？昨天那个我已经发网上。这个什么嘛？没有，我已经发网上。这个。这拉不完了嘛？画完了嘛？拉不完，要换衣服。哦，他们的那个人嘛，他要直播的搞那个。你把你自己弄丢了就好了，你把你自己弄丢了，你好气。真的搞忘了。看吧，今天都认不到了。穿那个衣服。我要上去拿。楼上那个都在跳，这边也在跳，这边也在跳，这边也在跳。在那边跳。去嘛，去跳嘛，反正跟他跳嘛。可以，很简单。你个洗跳吧。对呀，快，一起跳吧，
然后你在外面打一下圈圈嘛，转圈圈对我在前。面带一下。好，马上。你他在中间吗？他站中间。这边还热了，你在这边。叫直播吗？不要笑，干嘛？原来是这样。我有个大事要办的，好跳，出来了，等一下就出去。好嘛，来了，没事。我发给你。啊，手机啊，这样就丢过去了。把它拖，把它拖。声音有点小。带的保不套。人送他也跑账，你还经常把枪了，别给他抢了，别给他抢了。我送他也跑账，你那给他抽拿枪了，别给他抢了，别给他抢了。就赶上给他三下，你妈给他跑拿枪了，别抢了，别给他抢了。家都东山下你，东下的身份对你，东一把东山我你，东阳庄外面对你，东把东山我你，东山哪他也对你，东一把东山上你，东是日把家人对你，抢了来一口数，雷波加一口。在前面带一下嘛。来证明。看自己嘛，你下个月走了。印第安，有印第安的那个。新一代民工，我的裤子，新一代民工，你看我的裤子，你让他们看呗。我说了，我有个大事。小老师终于蒙对了。还有个。他跟拉错他们一起玩的，他们是个团队，叫哪个拉错？就这个拉错。拉错徐庄，这个拉错。不是另外那个拉错徐庄，他们一起玩的。那他就是你传过来的，他们三个中间。4个，哎。中间这三个是你传过来的。对对对。两个刚你传过来的吗？哎对，他们一起来的。哦，那就是你。
要充电没电了，看到没电了。都卡去了，马上马上关机了，是吧？3、2。不，我没有放，我这几天没放。不是有人看我，我觉得也没大意思，就跳的人少，然后观众也不是特别多，每天搭配然后我过来的想着就播，不想播就不播，我那儿放的也没人讲，所以没放。这个我不认识。他跟拉错，他们一起回来的。他们是个团队，叫哪个拉错？就这个拉错和曲嘴儿。这个拉错吗？不是另外的拉错和曲嘴儿，他们一起过来的。那他就是米团过来的，他们3个中间。4个，对。中间这3个是米团过来的吗？对对对。哎，对，他们一起来的。哦，那就是米团的。有些不想吃很多，但是到国产一些要充电没电了，看到没电了。卡去了，马上关机了，是吧？3、2。我都看完了，还没我没有放，我这几年没放。不是有人看我觉得也没多大意思，就跳的人少，然后观众也不是特别多，有那么每天大概有那么多，没啥用。然后我过来想播就播，不想播就不播。我这儿放的也没人讲，所以没啥意思。关机了，关机了。好像昨天我跳一下，这就没电了。卡的不得了，看那个什么卡的很好抓，它不对的。这要踩晕了，你看中间那3个就是那个什么热叉烧。对。暑假的时候还能看，我让你看看。因为纽约拍的都算是什么小西西外籍小懒蛋。对，你们叫什么团队来？昨晚上刚网上。下周跳完了吗？没有。有多长？有3段，总共有3段。那就第2段。几分钟？跳完吗？所有人连再往上走一下。我要拍拍2段的，跳2段。拍1段和2段，都是2段。完了以后还是这样，行个礼这样，一个完了的动作。好。2个。跳一遍啊！啊，先练一遍吗？啊，好，先练一遍。只配中间3个，那边2个配不到，定焦的，镜都没打雷。这样也可以，3个。2个男生在前面，和他们一排。
一点，挨拢一点，挨拢一点。境外最多的就是德格的和那个雅江，德格雅江，挺好的。一个萝卜站一排，上一排，男子往后退，让他们挨着。对，也不能这么说，你看那个扎西跟这几个，那还有什么？男生靠拢一点，关了。一样的都有。生皮剩下3个，那边2个对不到，平交的，拼都没到那这样也可以。2个男生在前面，他们一排。挨拢一点，挨拢一点，挨拢一点。境外最多的就是德格的和那个雅江，德格雅江，挺好的。不能这么说，你看那个扎西跟这几个，那还有什么？男生靠拢一点，关了。一样的都有。我是什么？就不说你单位搞得多不好，要传承好我就是来演戏的，是吧？好像要吧。现在应该都是要，抖音可以不实名，但不实名的话，很多权限就你不能每边点赞，对，反正要缺少很多东西，应该也要，越搞越严了嘛。以前一个身份证抖音可以3个好友，现在只能1个好友。
这都是他的，大家为什么不讲这里是这个这边这个是摄影馆，所以在给他们说一下，不是多场，没有多场的小场的多场的还不能跳啊！照了，我人都没得了，这7个人不是这样吗？我本来都有，放一放这里就。没去，这个不是你的，另外一个。前面走一条。
哪里的小朋友？这些奇怪的小朋友，今年都在冬天都在这里。老五，他叫那个，他叫酱料是老五吗？他是一个德州，他的弟弟。德州的，他们家是德州。我叫二崔森，这个是谁呀？哪什么名字啊？还有个张哥跟。这个女孩叫什么？这个女孩叫曲珍啊，叫曲珍啊。还是八堂曲珍，这个叫老六，也可以这么称呼，很多人在这上。这个叫曲珍。还是欢迎我弟弟哥啊，弟弟哥要不？吉祥如意。搞啥了？咱们点点赞好不好？将用侍郎和手上犯错。都会跳，将用侍郎。小朋友上去了。人质在指挥，人质在旁边指挥。所以以后心想嘛，不可以那个，因为有个小朋友在跳。要帮我带走吗？3月10日在这里。吉祥如意。将用侍郎，去年都在跳啊，去年6岁的时候就跳。然后还有今年。听歌下比赛，听歌来走一个。特别冷，因为刚开始也冷，不知道一天就热。星期6是吧？下周6应该我有。
反正一个嘛，对嘛，一个找一个嘛。故意把小朋友给开了，还是要跟他说明他不好玩。消费的话，那没打的话，或者要进去下的之类的。对嘛？现在好像在看，帮我小心一下，到时候来时间的话，我去看看这个。对，这个可以拍，你看。宣誓嘛。这个是雅虎的，老王的，对，有图这个，是一样的。软件不用。有没有跳嘛？等会儿跳嘛。他们两个先把选跳点先。先把选跳点先。呵呵。跳完了。19手机3月，然后也是谁都不去，好不好？哇，很好看！好买，咱们点点赞好不好？这人气价谁走嘛？这是小飞票的。那个，感谢艺术王子，感谢。好，行吧，行吧。闲着，这都是我的闲着。还帮加油个，帮他加油个，帮他们加油。点点赞好不好？点点赞，叫一叫人气叫来，好啥了？一个晚上推荐看跳舞，3月唠嗑，好，马上这个我看很多发现有的感谢用户课，感谢我用户课这样新人的。呀，笑一笑哟。曲针边条偏长，边条偏长。我边的。